手机观看这个频道画面跟桌上型电脑看的不一样。桌上型电脑像上面这张图片，我上面还有，现在看到那个是影片的缩图，上面还有一张图，那是整个频道的代表图。然后代表图左右长条形的右下角，右下边缘呢有那个超连接，连接到一贯道总会的，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道场的网站、网页、频道，主要是连接到频道的。这个手机看的跟桌上型电脑看的不一样。有了上面那个图有了，那个代表图有了，在上面这个就是桌上型电脑也有看到的整个频道的代表图。这个铜像啊，也心经啊，中文啊，背面韩文啊，这个铜盘的这个图片哦，是频道的缩图，频道代表的缩图。桌上型电脑的话，在这个图片右下边缘这边，先想象一下，桌上型电脑的画面，那个左右长条形很长，右下边缘这边会有那个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像有5个还是6个超连接，点按超连接，连接到一贯道总会的，还有道场的相关道场的频道啦。再来怎么进入那个影片的说明，因为说明里面有提供很多宝贵资源啊，超连接啊，连接到影片或者连接到那个播放清单，来点按标题，点按标题呢？这个就是标题啊，现在圈起来这个就是影片标题。现在要按下去了哦，按下去，按下去是进入这个模式来观看呢，进入观看模式，然后还要按那里按更多内容这个了，有没有看到显示更多这个？是按这个了，显示更多这个，按下去。你看，然后又看到更多内容，有没有？被隐藏的，要把它展开就要按更多内容。你看，这样这个连接到影片的有没有？有个小红图，有个白色播放键，有没有？这个是 YouTube 影片的标示。连接到影片，连接到播放清单了，启会班的、成全班的、讲经典的、读经的你看，吃素的素食商店资料呢，还有很多宝贵资源。善书的、劝善书籍的，在云端应得的，还有宝贵资源，有没有？要进入说明，就要按显示更多，在这个影片标题的下面有显示更多的，按下去。